成人夜尿是正常的呢，但是太多的话，3次的话就太虚弱了。睡前你不要喝那个冰冷的了，睡前不要喝那个什么凉的饮料啊。年轻人受得了，年纪大的人受不了。最好的温开水的话，保温杯装的温开水喝3口就好了。一次喝250cc 太多了，难怪半夜会起来尿啊！如果太累又爬不起来，就会造成那个什么遗精啊、漏尿啊，麻烦。所以要照顾好身体，也是要有要领的。睡觉前就不要喝太多水、汤水饮料。这个商飘销是那个螳螂的卵销啊，螳螂的卵销。那个制作过程说有把那个螳螂的卵销用热开水煮泡的，热开水煮，那个是泡制啊。如果吃斋者不用动物的药材的话，改用莲子，也是可以固精收尿、收摄的功用，有收摄的功能。大枣、红枣、甘麦啊，3碗煎碎成1碗来喝。还有那个什么私密处瘙痒的，有的时候用那个蛇床子，蛇年那个蛇床子，床铺的床，蛇床子，子女那个子，蛇床子煮水来洗啊，